望远镜看景物，在高楼山顶上可以眺望四面八方的景物。孩子趴在地上调节至望远镜的焦距，这是一架远程的巨梦望远镜，是爷爷因为多年护林有功得到的奖品。他这一次上山带了望远镜，还带了书包。开头出现在远空里的景物跳的种子十分模糊，接着一些字句清楚起来，稳住不动了。这比什么都有趣。孩子屏住呼吸，生怕碰动了对号的焦距，然后他又将视线转向另一点，于是一切又模糊起来。他又转动的起目镜，在这里什么都能看得到，能看得见那些最高的差。